中国这几年的飞弹数量是一直在增加，美军就警告中国上部有传900粒飞弹拍台湾，而且还有400粒飞弹会当攻击规条第一岛链。另外，中国透过卫星建立天罗地网，会当瞄准目标射飞弹。学者就建议台湾就要有更较强的防空系统。中共军事扩张提升火箭军的战力，飞弹数量是继续增悬。美军评估共军至少有900粒用袭击台湾的地顶飞弹，另外有400粒射程包含第一岛链的陆基旋翼飞弹。也若互美国太空军上界烦恼威胁是共军的杀伤网。My biggest concern is that the kill web that we call it, that the PRC has put in place, allows them to track and target at great range the rest of the joint force in all the other domains. 中共部署数量真大卫星，建构情报监测侦查 ISR 网络，杀伤网用对任何所在追踪瞄准目标，几秒内底就会使发射飞弹，引发印太区域局势紧张。学者认为，台湾除了有爱国者飞弹、天宫飞弹，应该建立更加密的防空网。还有陆舰2，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NASAMS 这个先进的中程防空飞弹，那再加上就是可以考虑导入雷射防空系统。另外，美国华府智库苏定性中心分析，中共对台发动两次登陆作战，面临高风险。成功几率低，研判中共目前未大规模来侵略台湾，而是经由封锁协迫推动统一。China would respond somehow, some way. But its initial response would not be to suddenly successfully occupy the main island. 国防部而且发布查到共机29架次，其中17架次超越海峡中线进入北中西南，也有东部空域，结合共南6架侵了台湾。也若国军要伫7月登场的汉光演习，纳入普什地带冲突，也有声定功能，全年在百货卖场会加入避难的演练。前年就是全社会，全省有那么多家。那你说政府有什么任务？我真的是愿意接受征召啊。地方跟中央一起合作，来结合民安机关演习。所以，当然我不希望任何冲突，但是我们做好各项的准备。台北市的头一摆结合民安、万安演习，邱万安讲会全力配合中央，引导民众来到百货卖场来避难。记者综合报道。